看花开正红时，花红花正圆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是。南风吹来清凉味，乌蝶伴花笑眯眯。恋爱的花蕊可爱粉红，像香hen娇美，约束心爱的人，吐出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糖蜜甜，真心真爱给连你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是。南风吹来清凉味，乌蝶伴花笑眯眯。恋爱的花蕊可爱粉红，像香hen娇美，约束心爱的人，吐出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糖蜜甜，真心真爱给连你。礼拜，喂，你找我？坐啦。有啥代志啊？你敢有去船长伯遐食面？有哦，我逐工拢嘛有去。安那生理咧？生理歹的。大，你来问这？我倒伊开无迄天，咱毋是有去食面？我是感觉伊的生理无介偌好呢，毋知影即几工是安怎。我毋知影是档案的地点无好，还是拄仔开幕无人知。一工哦卖3-4碗面啦，我看吼搁安尼落，倒档。船长伯就无简单想要好好做生意，即摆若是连面单拢做袂起来，以后还有啥物信心做别行？我嘛是安尼想啊，所以讲我逐工去食面呢，哦，一顿拢食几两碗，哇，一个巴肚就胀的哦。无安尼啦，你甲咱公司的员工讲，以后逐工中昼拢去遐捧场。你哪有可能？你公司甲面单哦足远的呢，大家拢去，无遐骨力啦。无要紧啦，甲因讲，面单的开销拢会当报销。会当报销，好，安尼好，大家一定食公司的。无要紧啦，只要公司的员工去捧场，别人嘛会去交关啊，伊的生意一定会好起来。哎，对，你足巧的呢，这办法赞。哎呦，你惊死人了！大手啊，安那真正拢无人客啊，要安怎啦？来，无人客，早起到即摆卖2碗面4个豆干来，无人客。就安尼是要算啥？还是讲吼，咱也免设志啦，生意初先起头难啦，咱看做看做，做久吼，生意一定会较好啦。会好嘛，袂完全啦。生意若要好，好甲比今天搁较难。大舅啊，哎呀，哎，阿公啊，来啊！啊你哪会走来啦？哎呦啊！啊，陆保定伫咧讲哦，今日哦伤无闲啦，啊，我毋知讲今日要甲你斗骹手。嘿啦嘿啦，看吼是要切菜还是洗碗吼，我拢会晓。有啥物工课互我做，我会晓，我会晓好做。听啦啊，你无看是这用神在咧拍好神哦，哪有啥物工课轮到你做？你若要做，你若要斗相共，来来来，啥物工课要互我做？你遮济，吼，你做人客，我煮面互你食。哎呦，袂啦，我毋是要来食面啦，等下面吼是我来买要趁钱的呢，我无要食啦，我无要食面啦。有影都对啊！啊，咱即久吼都要食头的时间啊啦，啊哪会甲连一只好心蠓仔都无啦？哎呦，天公伯啊，你都爱保庇哦，
保庇阮回收来面单吼，阮生意赶紧好去，啊若无我遐西家钱吼，哎哟去了了啦。叠加叠加，哎，人客啊，啥物啊？来来这边都来你啦。来，快点吃，快点，快点。阮家有牛啦，有猪啦，你要食啥？我牛啊，牛啊，你牛，你也牛，你猪，大手啊，遐两只牛，一个猪啦。啊你呢？啊，这三碗豆面啦，四碗公文汤啦。无是拢无人啦，一个来讲遮大阵啦。等下有人去遐面前，我要做啥你就紧派我做。哎呦，你唔免啦，拄则是你拜拜求天公伯，啊，像人来遐济，其实你负责拜拜就好啊。安尼哦，对。哎呦，天公伯啊，你着爱保庇阮哦，回收来面单哦，生意较好的啦。哎，对哦，哎呦，4号连长总白啦，对啦。哎呦，土地公伯啊，咱是对的呢，拜托你讲，咱好你唔才对。哦，啊，愈行愈好势咧。对，啊慢慢行嘿。哎呦，你莫较细致咧，嘿，调好，来，去行。哎呀，孙子啊！哎，转来啊！我等来啦。阿公，转来啊！大叔啊，你今日遮尔早就转来啊啦？你无做宵夜哦？宵夜暗顿做无够，做到宵夜去。阿哥啊，我们所有的物件哦，得甲看看啦。真实的哦！啊那安尼哦，今仔日是拢做袂偌济哈。即马当伫咧算的。哦，遐内底上无吼，差不多5-6千啦。那哦，这金价个拢还袂算，干那这规张的吼，就7500啊啦。这银价差不多超500吼，8000本钱3000。哦，一天赚5000哟。哦，一天5000哦，哟10天5万，一个月15万，2个月30万，一年180万啦！阿朱啊，咱真正要好个啊！大手的，安尼实在有够好啦。啊，若安尼讲起来吼，咱搁继续拍拼3-5年啊，咱不但债务拢会使还较清楚，咱祖厝吼，还使想办法甲买转来啊。到时就咧保证故乡啊。哎，出咩？咱才讲好清楚。啊，你若搬去平湖的时阵哦，我要带你去，唔通甲我放婚假。啊，你真放心啦，要甲你放婚假哦。哎呦，佮讲甲遐尔古锥哦，那你这个遮尔大个哦，敢若袂使麻晓咧。哈，较大只。你若真讲唔甲阮斗阵转去哦，我硬拖就要甲你拖转来哦，做我私人的塔古斯。阿哥啊，没问题啦，莫讲是塔古斯啦，互你做迄个使用人哦，凊彩互你车到，嘛可以。啊，你别看嘛，哎，去啦。啊，你莫这么晚才走来，我拄啊去打找你啦，找无你，就为啥来啊？还伤大啦。哎好，今日生意好。哦，当然嘛好，所有的物件要甲看啦。哇，安尼才赚偌济钱啊？无啊，这啦5000呢。 5000块，这体哦。何立伟，我看你要去准备上班啊，阮这搭吼，生意更好，更咧欠人。你若来打工哦，吼吼，你较多哦。我头壳咧歹去啦，生意好是，这无用的啦吼。孙啊，食水果啊？哦，来，嫂，我等下。好了，食水果。好了啊，我叫你去看船长伯的生意安怎，结果咧？阿哥，宵夜生意安怎？哦，生意有够好的呢，迄暗顿进前吼，物件都卖了了，宵夜也无通啊卖啊，伤大，早早休困。安尼嘛好啦，做母饲本来就真忝，较早休困嘛好。对，船长伯有够拍拼的呢，伊讲吼明仔载要加我一寡货吼，袂好爽。孙啊，公司的员工暗时拢下班啊，就无人去食宵夜啦。安尼嘛好啊，船长伯若是知影宵夜的生意歹做，伊就袂做啊，到时阵就袂遐忝啊。孙啊，我感觉哦，你叫员工去食面，这步无啥通呢。安怎讲？逐工食共款的面单，食久嘛会跣啊，到时阵就无人爱去啊。安尼对船长伯的打击，毋是搁较大？不要紧啦，等咱公司的员工食生的时阵，船长伯生意已经做起来，
我本来按算讲，咱杜比外转来的时阵，好好替伊宣传一下。宣传，对，你有够巧的呢。好好宣传吼，传你卖面搭吼，一定会成功的啦。想袂到你是有计划伫咧帮助船长伯安尼。迄当然咯，迄当初我伫咧澎湖的时阵，若毋是因的照顾，我哪有今仔日？所以啊，我一定来好好报答伊。来，三明，哦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多谢恁哦，常常来捧场。佳妮啊，来来来，请坐请坐。你嘛来啊？啊，恁两位要食啥？我拿面啊。哦，安尼好，随来，吼。你感觉这个人，逐工共这批人呢？有影就对啊，这人哪逐工来？对啊，恁两个回事？我是感觉足奇怪的，咱拢这个人哦，共一批人，啊，互相够有熟悉，逐工来甲咱捧场。那就代表咱的面好食，汤头赞啊，所以毋才逐工来。哪有可能？咱这总共也无几项菜色啊，哪有人逐工食袂惯呢？阿妈呢？小奶奶，啥物？借问的吼，啊，你毋知你倒位咧食头路吼？恁拢是个俊强贸易公司上班的啦。俊强无用，啊，敢毋是俊南面公司？哎呀，哎，请问恁这都是啥物公司啊？俊强啊，俊强。啊，你倒咧？我共款啊。这个公司哦。啊，安尼我知啦，一定是俊男哦，甲狐狸的啊，甲因公司哦，替咱伫咧宣传啦。因公司的集团哦，才来才甲咱捧场啦。哦，哎，真感恩。哎，这少年啊，我请教你，恁公司离阮遮真呢，啊，你逐工专工做下遮食面？哦，咱遮食面免开钱啊。好，迄个免收钱，逐摆拢嘛有收啊。有啊。收钱啊！哦，是安尼啦，阮总经理有交代啊，咱遮食面哦，转去哦会使报功效，所以阮拢总到咱遮食啊。报功效。嘿，这俊男嘛哦，做人实是够好的啦。伊用这步哦，甲咱斗相共，无怪哦，咱的生意会遮尔好啦。大手，大手，哎，大手啊，大手啊，啊，你是要去倒啦？行李小甲我看。阿叔啊，大手啊。来呀，爸呗，好啊，来，行李好啊，下礼拜。来，请来啊，买机票。阿六，阮无伫个厝内面就交互你啊。无问题啦，我想我好妞呢，厝会交互我，绝对妥当的。队长，队长，哎，陈六妹，你哪会来？恁来叫你公司的员工去我食面。啊，你做生意，我请阮公司的员工甲你捧场，这应该啊。啊，你用这种方式去糟蹋着我啊！大手啊！陈六妹，迄是捧场，毋是糟蹋啊，你莫误会哦。我知你是好意的，但是你的好意变贴意啊！我伫澎湖做船长，路撇到即摆路边摆搭咧卖面，人客都爱靠你安排照顾，我是做啥物生意啊？你的公司员工来我遮食面报功效，我就免摆搭啊！我纯粹甲你喷就好啊！我毋是去食。大手啊！你讲安尼啦？是嘞是嘞是嘞，伊其实心内是足感恩的啦。啊，即摆都人较实际，讲话较歹听，是嘞哦。别啦别，陈六妹。大手啊！你哪免安尼使性地啦？迄家己的门安尼撞，椅仔三安尼转，用歹势，咱还阁开钱来去修理呢。我哪会遮无路，我哪会遮无路用啦？手啊，莫安尼啦，人家俊男是好意甲咱帮忙呢。你踮厝共讲遐话，安尼毋是对人足失礼。我是咧怨我家己哪会遮无路用？拜日面搭着搁做人拜托人去来斗捧场，我哪会遮落水？手啊，人生难免不如意啦。虽然咱即摆有较落魄，也毋过只要咱肯奋斗，一定会有前途的啦。人伫咧讲天无绝人之路，咱遐尼拍拼，天公伯一定会互咱出头天的啦。我几岁啊？你知无？我是有偌济时间通去出头天，等到出头天迄天，可能早就已经光去上。
够见识，无互你过好日子就算啦，过你对我提吃苦。大手啊，你莫安尼讲啦。人讲翁仔某是强一体，甲你斗阵同甘共苦，迄是我欢喜甘愿的啊。虽然讲咱环境有较屎，也毋过咱翁仔某安尼斗阵拍拼，我是感觉精神上足富足的啦。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烦恼，好野人有好野人的烦恼。啊，咱虽然较傻，也毋过安尼嘛袂歹啊，较袂着插头啦。怎么样？你哪会遮古锥啦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你搁转来这个所在啊？以前哦，为着文化来去去，毋知影几落届啊。想袂到即马陪我来的人是文化，竟然是你。你生的变化实在有够大个。讲实在的啦，人会当斗阵，真正是缘分。希望咱两个人会当永远斗阵，永远分开。啊，你人是无爽快哦，无我扶你转来休困啊。唔免啦，妹妹姐啊，我甲你转去食药啊，食好我睡来。哎哟，等你人就遐尔啊无爽快，你转去休困免搁来啊啦。啊，我看吼，我是扶你转去较妥当啦。来转。妹姐啊，唔免啦，我以后有法度行，多谢。啊无，你转去都会家己较细腻的吼。这就是树片因兜。我知影，我有捌来过。你来过？有一天，我对伫阿姨的后壁偷偷来到遮，迄个时阵，我才知影，阮的树片就是阿姨的查某囝。我足无谅解阿姨的。经过无偌久，阿姨就过身啊。我想要向伊回失的机会拢无啊！阿姨疼惜我10几年啊，我竟然安尼对待伊，我实在足不应该。丽丽，我带你来后壁看卖。这嘛是因兜。春兰甲丽丽，来来吃。顶悬迄间哦，就是阿强大的。人甲人相惊有误会啦。有一摆，我看到秋萍甲文华伫咧厝内底啉烧酒，我感觉因足亲密，我真正足生气。迄当阵，我若是知影秋萍是安那会安尼做，我就袂离开这个所在。今仔日徛伫我身躯边的人，就毋知影是啥。丽丽，我讲这话你莫黑白想哦。准啊，你毋免解释啦。其实我对你甲秋萍两个人袂当有圆满的结果，我嘛感觉真惋惜。这一切拢是命啦。这毋是命，这是阮阿爸甲王家的冤案所造成的。假使迄个时阵，阮阿爸甲王家无遐济的冤案，今仔日就袂有遐济人受到伤害。迄段日子，我嘛真怨恨阮阿爸，也毋过，伊是阮阿爸，伊疼惜我，养我，我又搁会当安怎呢？搁再讲，伊已经受到报应，伊已经。丽丽，莫想遐济啦，把迄段痛苦的日子放袂记，那日子已经伫我心肝内造成遐深的伤痕，我哪有可能将伊放互袂记的？也毋
上大的安慰，就是当甲你做伙，这应该是天公伯仔予我上大的保障。只是天公伯仔予我保障，啊，毋过秋萍呢？是安怎要对秋萍遐尔无情，遐尔残忍？丽玲，秋萍若是知影你遮尔关心伊，一定足欢喜。哇，莫搁哭，袂使哭哦。真啊，你这份爱，本来我有机会来得到，但是因为我对蔡明雄的恨，才予我失去这个机会。我的人生已经行到尾部，我对你只会当为你祝福。啥物拢无法度，搁为你做啊！我还阁想到秋萍姐啊，伊即马人毋知伫个啥物所在，咱一路来也无问到伊的消息啊。丽玲啊，即阵啊，咱4月拢有伫咧找伊，无安尼啦，咱倒去台湾继续找，好，莫哭，咱来听。俊男啊，你哪来啊？哟，嘿，足久无看诶。对啊。啊，我即摆要转来高雄啊。啊，你要走啊？啊，你有去看秋萍啊无？秋萍，伊有转来遮？嘿啊，看伊转来你唔知哦？你即摆哪里倒？啊，即摆就一个庄内咧共做加工啊。啊，规我带恁大家紧啊，行。秋萍啊！开始啊！啊，秋萍人咧啦？啊，伊拄则人无爽快，即摆我咧替伊做啦。俊男要来找伊啦。啊，伊都人艰苦，我叫伊莫做，伊拢无爱听咧。啊，我叫伊带伊治疗吼，伊嘛毋肯啊，讲啥物拼性命趁钱，互伊小弟去读书啦。伊是转去倒？啊，转去厝内面啊。咱起来去找伊啦。多谢哦。救命！我求你，秋萍，你哪会这样讲啦？你是安怎无接受治疗？这种病你这好好接受治疗，莫有放弃的机会，你知无？你是安怎会甲病拖到这么严重啦？是啊，这人关心我，我这么好，我已经真满足啊，我已经无遗憾啊。你无遗憾，我有，我唔甘你，你知无？你是为着志强，为着要趁钱互志强，对无？秋萍，阿强的代志你放心啦，我讲丽玲会处理。我会甲伊当作家己的小弟，好好栽培。你是安怎会牺牲你家己，趁钱互伊？敢讲你无相信我？我是无相信，只是要替志强清净我的心，甚至连最后一面，伊都无
对啊？算对啊啦，有进步啊！算对啊！哦，这有，若无你甲我教吼，反正我到即摆也袂晓。多谢你呢。免客气啦。啊，对了，七条，联考要到啊，你还较拼的哦。你若考到大学，学位这我会甲你准备，免烦恼，知影无？这有，钱的代志吼，免你烦恼，我家己会处理啊。搁再讲顶一站，我阿姊有寄一个20万的汇票我。这边伊淡嘛伫咧想迄所在，你毋知有平安无？这有，你人真正足好诶，我若只会当嫁予你，真正是伊的福气。可惜，煞为着错命的代志来耽误恁两个。过去代志拢一定过去啊！我唯一袂放心就是你阿姊，只要能找到伊，不管伊的日子还阁有偌长，我拢会甲带转来团圆啦。这，我代替我阿姊甲你说多谢。志强，好好拼！你若考到大学，你阿姊一定会真欢喜。你放心啦，为着我阿姊，我一定考到大学。不如啊！不如啊！不如啊！阿爸，你找我有代志是无？俊男打电话来找你啦。俊男打电话找我，爱找我有啥物代志？伊讲伊是着秋萍啊，即摆秋萍病甲真严重，叫你带强去见。我来记对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伊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心。小平，小平，莫烦恼，我已经打电话阿强，两笔就会到。志强袂当啊，我念到看到志强。秋萍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互阮带你去病院好无啦？秋萍，你莫阁坑我，春啊，丽丽。你们两个爱好好斗阵，爱互相体谅，莫阁有啥物误会发生。丽丽，我真祝福你啦。永远会当幸福快乐。小平，小平，小平，阿姊，阿姊，小平，姊，你是要找我哪找？你敢知我为了我烦恼，你知无？阿姊，有你烦恼，请你原谅阿姊。阿姊，志强，你对联考有信心无？阿姊，你为着我联考，安尼牺牲你家己，就算我考到大学，你无伫我身躯边，有啥物意义？你是要安尼糟蹋你家己，你是要糟蹋你家己啦！志，一错，只是安尼尔。志强，你爱我读大学，姊，伫我的生命当中，你是上重要，其他一切，拢无啥物比你搁较重要。若无你，我考大学有啥物意义？
若无你，我认真打拼有啥物目的？你是要安尼做？你是要安尼做？志强，莫安尼啦，志强。本来好好一个家庭，阿爸死啊，阿母为我自杀，阿姊阁为着做我下回，白甲安尼，你叫我是要安怎？你叫我是要安怎？对不起。无，阿姊，你无对不起我。是我对不起，但是我要安怎报答？我是要安怎报答的？阿姊，秋萍，阿姊，秋萍，阿姊，哎呀，来，看下关键。哎，哎呦，哎，真好，真好。你看，愈行愈好势。有进步啊，有进步啊！你若安尼逐工吼，有安尼进步吼，啊免偌久，你的身体就用起来，脚都会行啦。阿哥，我身体会较紧就好起来，脚很紧就会晓行咯。这拢嘛是你甲阿嫂遐尔疼惜我、鼓励我、照顾我，我的脚才很紧就会晓行。我就感谢你。哎呦，戆查囡仔咧，等你安尼哦，遮尔仔捌代志，阿哥哦就足欢喜的啊，那就讲是你多谢咯。我再讲啦，恁爸母吼早就来过身去啊，啊我是你唯一的阿哥呢，我无惜你是咧惜什么人？阿哥又搁遮尔济岁啊，上欢喜的就是吼，看到恁安尼兄妹仔会当咧平平安安，我就足满足啊。阿哥，阿哥，乖，我来接电话。喂，啊，你要找啥人啊？哦，春花啊哦，歹势啦，伊做生意无伫咧啦。哦，啊，我就是个阿哥啦。哈，你就是俊男无？哈，你是讲秋萍哦？人伫迄片湖的破片就是上中哦。啊，我甲你讲，哦，你稍等下哦。喂，俊男呀，我报顶啊啦。好，我叫阿哥甲我遐甲阿嫂讲吼。好，阿哥，你甲阿兄阿嫂讲秋萍人伫咧故乡，病甲足严重的。讲阿兄阿嫂讲。阿兄阿嫂哦。嘿嘛，你讲咩？我叫你保庇秋萍平安无代志，我求你。秋萍，你清醒啊？你听靠。这段时间，你一定为我流真济目屎，对无？我无期待，我你为我流目屎。我想要看到你笑，笑互我看，好无？好。秋萍，你一定好起来，你别离开我的生命，我求你，绝对别离开我的生命，我求你。秋萍，我带你去病院好无？你细胞已经拖到规身躯，医生就讲，我的日子已经差不多，你莫搁苦劝我。
秋萍，是大家唯一的后生，大家的后悔，你爱去传，那个错，好好过日子，就会放回去，这样。我无可能去娶，我无可能。秋萍，我无法度答应你这个要求，我无法度，我无法度。我求你，你是因为我危险哦，我无可能去接受别人，无可能。我真心爱看，你要答应我，你莫去变我。你若答应我，我死嘛都不愿嫁。你要答应我，啊无我怎安尼牺牲了？秋萍，秋萍，我秋萍，求你，我求你，你莫安尼啦！我求你，你来答应我。秋萍，好啦，我答应你。是安怎命运要安尼处置咱？是安怎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为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春明嘛，啊，规个拢散去安尼。秋萍啊，秋萍，秋萍，我是船长妈啦。船长伯，秋萍，还有我啦，好溜啦。有啥？你大家来看看。你哦，无彩电的怪卡一世人，你有够无听嘴啦！恁爸交代阮，讲叫人啊无好啊，甲你照顾，啊结果呢，甲你照顾甲变质的，你是要叫阮安怎甲天皇啊交代啦？你慢慢拖到安尼吼，啊，佫无知，啊，毋加在准男人来伫遮，无是要倒找你的人。就是嘛，秋萍啊，你离开这段时间哦，大家拢足烦恼的呢。唔通讲对不起大家啦！你若知影讲你安尼对不起大家，互大家烦恼吼，你都爱听大家的嘴。今仔来去病院，身体治疗好，较有影，好无？伊是有讲过，我的日子已经差不多。袂啦袂啦，想要离开故乡，是我要心痛一间厝。袂啦，袂死啦，秋萍啊，秋萍，高去秋萍啊，秋萍你著啊，该讲我拢讲过啊，我了解伊的生活，遮二位创作也无项提好嘛真方便，我会留落来照顾伊。我嘛会留。爱准备考试，考试到毕业，生命更重要哟。而且，你要支持我，你别担心。你若是把我是要安怎？我看大家这么关心你，疼惜你，只会放心吗？看来当拖到明仔载。我想要。你想要安怎？
姊，已经到位啊，海水是蓝色的，你有看到无？姊，你是毋通困去呢？这几年来，无妈妈的日子已经有够悲哀。伊才是我甲志强上大的活口，你知无？咱一个人还过真正日子要过，我毋是的。志强，伊连未来读大学，是算较艰苦。我唔要看志强大学毕业，伊死到无啊！我甲母亲的代志，是我家己欢喜淡薄。你连头路都无，你是会当互我啥物？秋萍啊，莫安尼讲。母亲会当互我，你敢会当互我？母亲做会到，你敢做会到？我唔爱听，你莫讲讲。是我。辛苦了，靠姐姐。后时，做伊。阿姊，你唔通困去啦！你唔是要看海你目睭白有囡仔无？阿姊，无我唱歌你听，我唱阿爸上爱听迄条歌你听，你唔通困去啦！风微微，风微微，孤单闷闷在天边。虽然花满满是，静静等待落水滴。归心思念落归。无休息，无顾忌，
心里味。失去的我，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为单纯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秋萍，不管你是生或者是死，你一世人永远永远拢是我的梦。你上挂念的志，我会好好啊照顾。秋萍，我爱你，我永远都爱你。秋萍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听你的话，好好照顾你，绝对袂互你失望。秋萍姐啊，感谢你为着我的幸福牺牲你家己，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你所爱的人。阿姊，出生到大汉，拢是你为我劳心劳苦。等你剩最后一口气的时阵，还阁为我的代志咧受拖磨。希望后世人换我来为你做牛做马。阿姊，你现在忍心要放我去？以后我变成孤儿，你知无？你现在忍心要放我去？你莫搁哭啊！你若搁哭，你若只会行袂开口。即嘛是佛祖带你若姊要去西方极乐世界。秋萍，你都爱看行，好啊行，求佛祖带你有好路，出世好人的行。你都爱放下，只求阮大家通甲照顾，你莫烦恼。准班时间也差不多啊，哦。阿强啊，来等我。亲爱的，我无是要甲你去过，是安怎？我要留遮陪我阿姊。这个环境嘛较安静，我该咱专心读书考大学。袂用啦，伊留喺遮无人通照顾你。这有，我已经大汉，我要学习独立。我即摆无法度照顾你，我以后要照顾啥物人？好啦，你着留伫遮好好读册，准备考试。你若是有啥物需要，打电话给我。我知影。亲像是无意义的言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假假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，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，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免讲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
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，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我有爱过。